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金理老師啊。今日我會介紹外皮係黃色，有一束綠油油嘅小草喺頭頂，同埋食落酸酸甜甜嘅菠蘿俾大家。菠蘿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，可以促進腸道暢通，去廁所都暢順啲。佢仲含有菠蘿酶，煮餸時加入新鮮菠蘿，可以令肉質更嫩滑、更好味添。大家記住啦，2至5歲嘅幼兒每日最少要食1份水果，而6歲或以上就最少要食2份啦。1份水果相等於2片大約1.5厘米厚嘅菠蘿，或者係半碗切粒菠蘿。水果對身體有咁多益處，大家記得每日都要食足夠嘅水果啊！甜甜酸酸嘅菠蘿好味又有營養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學切菠蘿啦。首先準備一張黃色正方形摺紙，白色嗰面向上，沿住虛線對接至摺痕出現，然後還原。之後沿住虛線將左右兩邊向中間摺。將摺紙反轉，黃色嗰面向上，沿住虛線，將左邊、右邊同下面部分按畫面上3個箭嘴嘅方向向內摺。然後用鉸剪好小心咁由上至下剪至星星位置，再沿住虛線跟住箭嘴嘅方向向下摺。而家畫面上有2條虛線，我哋一齊跟住箭嘴嘅方向向內摺。我哋差唔多完成㗎啦，沿住虛線，跟住箭嘴嘅方向向上摺。將摺紙反轉，最後喺黃色位置畫上菠蘿嘅花紋，同埋將頂部白色位置填上綠色，成為菠蘿嘅葉。菠蘿摺紙完成啦！水果既好味又有營養，你哋今日食咗足夠嘅水果未呢？